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6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东京物业管理机构上午关静一台灾情勘查车互消防局，希望会当伫发生天灾事故的时阵，抢先前往灾难现场进行勘查，并且汇报予总部担任重要的灾情通信平台。本市的企业应该爱关怀社会心理。对日本来台湾投资的东京物业管理机构，因为看到控地动发生的灾难，因也想要尽一份心，所以关进这台灾情勘查车，希望作为灾难现场的通信基地。那么在0206，我非常谢谢，正好有我们这一支的这个通信中队协助我们整个救灾的。这个通讯的这个无线电的分流了哈，那么这个我在行政院报告的时候，我都有特别提出来，在我们这一次0206的救灾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也是我们整个通讯能够这一个分流的很好，包括民间救难团体，包括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技师工会包括我们警消、义消大家在现场都没有断讯也没有互相盖台、互相干扰大家集中在那一个维冠大楼那么小的区域那么多的单位，无线电要能够保持这个全程的畅通实在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所以回来之后副大队长在提这个里面的通讯车已经这个非常老旧了，那么他也很积极的跟我们李协理来接洽，那么李协理就跟我们来做这一个帮忙那么今天这一部车子来了，那我会跟李协理报告我们通讯中队很优秀，他们里面会一直在充实，然后会把这一部车呢好好的使用。现场也有局长带头启用这台灾情勘查车，欢迎伊加入消防救灾行列当中，也希望这个关键会当抛砖引玉，互更多人轻生救世。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热兰州湿地警协会9月11号将伫当年运动公园举办丁来记忆嘉年华，健行选择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响应，到底来关心湿地症这项疾病。根据去年的全球湿地症报告统计，每3秒就会增加一位湿地症的患者。而台湾老年人口数大约有302万，占总人口数12.87%。而台南老年人口数更加高达全市总人口13.45%，会当讲是非常的悬。所以湿地症这项疾病更加需要例外重视。老人的失智失智者本身是拢袂艰苦，拢足快乐的，拢是甲照顾遐人足艰苦的。所以照顾这些人可能拿一个失智，可能规家庭拢足艰苦的，因为迄物件他们讲是真忝嘛。所以其实治疗是一个端，怎么预防呢？才是这个整个失智协会要走的一条路。所以9月11号呢，办这个健走活动，只是一系列的整个失智协会在办的一系列活动当中的一小部分。协会希望会当透过健行活动，互更加侪人关心湿地症，并且呼吁爱3动2悬预防湿地。预防失智比治疗失智更重要。一个人失智可以影响旁边22个人的生活品质，就受到打折。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延缓失智5年发生，到了2050年，全世界可以减少1半的病人。迈过5年了，半年后那半年发生的话，到2050年可以减少5%，所以5%到50%，你想看嘛？这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伫奈记忆嘉年华9月11号上午9点，将伫当年运动公园举办健行活动宣导，
希望大众用爱甲关怀来支持失智症的朋友。民众若是对活动有兴趣，会当上网搜寻台南市热兰遮失智症协会，会当得到活动的信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今仔日雨落未停，不过北区振兴花行里活动中心却是热闹个温馨。林咱基金会台南平安站邀请200外位汉士提前欢度中秋节，并且为因做健康检查、加头毛，同时阁发送温蛋月饼甲物资，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中秋节特别到了，为了让汉士也当感受社会温馨。林咱基金会6号办理汉士庆中秋活动，伫个会场除了互伊等等的生活物资发送以外，阁有健康检查、义诊头毛等等的服务，希望会当替因整理好仪容，顺利找到头路，协助因生活自立，重返社会。今天就是除了让他们参加这次的中秋活动之外，发放中秋应景物资之外，我们也连结卫生福利部的那个就业中心，嘿，对，那我们就是现场也会让他们了解清楚说面试要注意到哪些事情。那我们现场要让这些韩士们可以写履历表，那今天就是一起收送到就业中心去媒合工作。那我们仁兰基金会平常也有做就业转介的工作，之前也有为叶先生，那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他也有到现在做一个仓库管理者，那他每个月也是有回馈一些捐款的部分，那就是我们期待他们回归社会上，这是一个主因，让社会更祥和、更安宁这样子。这届汉士庆中秋活动也结合了核心建设、帝王花爱心会、人心关怀协会、台南市北区青工会等等国内民间单位做伙来参与，提供到3工，希望会当抛砖引玉，让更加多人加入照顾社会弱势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员吕维英接到民众反映，日新溪疑似被人排放废水，造成溪面将近2/3拢有白色的皮。不过，可能因为水流紧，水已经被透报去，所以稽查人员检验以后，水质是呈现中性，无问题。因此，议员特别邀集环保局召开记者会，要求要做好预防甲稽查的动作，也呼吁民众做伙来找出凶手。这段影片是民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登燕9月2号伫日新溪所翕到影片，看起来亲像垃圾的物件是白色的泡，民众怀疑是附近工厂趁到几站落雨，水流较紧的时阵来偷排放废水。最近呢，可唔知是安那，可能落雨，这个厂商可能都顺这个机会然后当时我等下迄水佫足大，所以伊这水咧流的速度足紧，所以我翕到这个镜头，应该是有伫这个桥骹，就是伊流出来的源头。这条桥骹的涵箱是伊的上游是包括永兴路1段、2段、3段，来到这个3段这个桥骹排伫新溪落来。所以伊这个顶游遐到底是对经工厂排的嘛三无脏啊。议员吕维英表示，伫事件当天联络环保局稽查人员到现场稽查以后，第一次表示水质呈现中性反应，并无问题。但随后佫讲水流较紧，袂去采样，因此议员趁着记者会，要求环保局互居民一个交代。当然，咱的稽查人员第一时间就已经有来现场，但是伊甲我报告声，伊敲第一通电话甲我讲，这水的采样是中性就是酸碱的采样是中性。我听到安尼了，我当甲稽查人员拜托讲，既然水的采样是中性，安尼敢有法度按照你采样的这个部分搁进一步去化验，因为中性不代表这个第一个不代表这个水没有毒啊，第二个也想借由这个采样，看敢有法度，就像郑一姐头我讲的嘛，其实这做好查的嘛。你去化验
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那你这样循线就有机会去找到，这个是谁靠可能疑似靠可能排放这种水质，不管是工厂还是什么人。环保局表示，东港客家人员到场以后，水质就已经被稀释，所以并无法度查出问题所在。同时也强调，在采用过后，必须先初步知影是倒一类的物质，再当做进一步的化验。对此，议员呼吁民众做伙来找凶手，也要求环保局做好预防加客家动作。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必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到海外度假拍线光是现主时真侪少年人的梦想。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甲外交部做伙举办青年海外度假拍线光宣导会，介绍世界各国的度假拍光的资讯，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同时，佮邀请各国驻华代表甲青年朋友来分享经验。为提供青年伫海外度假打工的完整资讯，今日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甲外交部所举办的宣导会，6号下晡选伫新台举办台南场的宣导，提供度假打工的注意事项。外交部分家人分处长嘛，甲大家分享过去家己伫国外打工的经验，勉励所同学。那么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透过这样座谈，还有了解经验的交换。那么能够对青年打工的计划呢有个很清楚的概念，到国外去要注意哪一些事情，那么自己的权益要如何的保护啊。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预想能够在出国工作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呢，能够获得人生过程里面最珍重、最愉快的一个经验。现场也邀请青年代表分享家己伫国外打工的经验。外交部嘛表示，伫网络上有侪相关的资料会当查询，欢迎伫国外打工度假青年会当加入脸书粉丝团，共同来分享资讯。电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赶上宝可梦的热潮，一间专门卖客制化盆栽店家，特别运用3D 列印的技术来印名牌，放伫盆栽顶面，互民众会当透过顶头的字来表达心情、传达心意，而且佮做出皮卡丘、可达鸭等等的精灵造型，非常的趣味。这一个小小的盆栽顶面，每一张拢搭配着无同款的公仔，模样是相当古锥。尤其是龙猫系列，更是受到真侪女性的欢迎。而且业者脑筋动了紧，佮受到将3D 列印的技术用来制作有写字的牌页，甚至佮现在上热门的精灵宝可梦。现在这种东西不是说虽然比较少，但是没有说到完全只有我们有啦。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店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色。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从3D 列印去做一个不一样的突破。那因为像说很多人就是买盆栽送别人，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插个生日快乐或者是什么恭喜发财的牌子。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些客人可以有一些别出心裁的一些设计。那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些牌子。那像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有你真好，这些是比较震惊的啦。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配合时事啊，像宝宝吓到了，对。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东西不是说就是只有盆栽固定的盆栽，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元素进来。现在在比较流行的像宝可梦啊，对，像皮卡丘。
对，那像这些也都是有可以做一些立体的图形，然后做一个设计。顾客会当直接选择店家搭配好的盆栽，也会当依照家己的需求选择植物的种类，亲像多肉植物、要净化空气的虎尾兰，以及招财意义的金钱树，再请店家帮忙造型，也则是家己 DIY 制作，呈现个人化的风格。客人对于盆栽有什么需求？例如说，我们店里面有很多的豆豆龙龙猫，或者说起司猫、猫咪类的。那除此之外，有些客人他们可能会喜欢说，他们有喜欢的海贼王啊，或者是七龙珠，那不一样的一些设计，那我们就是也可以把这些元素都加进来。那盆栽的部分的话，也会依照客人的需求，因为有些客人他们希望说，就是送给店家的，就会希望有一些招财的效果。那或者说就是说住家希望有净化空气。那在植物的部分上面，我们都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跟搭配。头家讲，可能是现代人工作压力较大，所以袂少上班的族群，拢会买较好照顾的多肉植物，放伫办公室内底，疏解压力。顾的方法基本上就跟人生活起来差不多啊，就3大元素：阳光、空气跟水。那阳光的话部分的话，就是有些植物，特别是多肉植物，它们是需要阳光的。那可能就是如果你没办法天天让它放在有光线照射到的地方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建议1个礼拜可以放1次到2次到阳台或者是窗户边，吸收一下外面的日光。那有些植物它就比较不需要日光，这个部分就还好。那水分的部分的话，多肉植物的部分的话，就比较不需要水分。那我们很常举的例子就是像仙人掌，它的生长环境就是阳光很大，水分很少，所以说它需要的就是需要一些阳光，然后水分比较不需要加的那么多，所以说它差不多2个礼拜浇1次就可以了。那空气的部分的话，空气的部分不管什么植物，通常都是需要流通的空气。3位少年头家原本拢毋是做这行，不过却因为同款的兴趣，组织做伙，佮斗阵开店，希望将多肉植物多多推广出去，并且用这种客制化的方式来行出家己的风格，互佮较侪人接受。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2016艺术禁区活动将伫9月17号到11月27号登场。连续3个月时间，民众将会当伫山区、海边啊、庄脚、都市等所在，免费看到37个表演团队精彩演出。孙悟空手中自由变换着各种武器，展现出活灵活现的好功夫，互现场的观众拢看甲十分的惊奇。也为2016艺术禁区揭开序幕。艺术禁区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5冬，突破100多场。今年也同款准备了丰富的节目，伫咧大台南37区拢会当欣赏到这寡艺术表演。今年文化局阁特别邀请了18个无同国家的26个艺术表演团队前来，希望让这届活动更加国际化、多元化。希望能够做到城乡艺文的均衡，那能够落实所谓的文化公民权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所以这5年多来，其实我们艺术禁区已经进行了超过100场的演出，超过12万人次的一个欣赏。所以我想这5年来，这2个目标大概已经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那今年是第6年的艺术禁区，那我们文化局、我们的同仁，大家不断的希望能够提供不一样的表演节目，给我们各区的市民能够来做欣赏。所以每年也都跟我们区公所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讨论，希望能够满足我们市民大家的一个对表演艺术的一个需求。将剧场搬出户外，将艺术融入生活，会当轻松欣赏到免费的艺术表演，这就是艺术禁区所希望传达的本质。今年的艺术活动将要轮番登场，也请民众关注艺术禁区脸书粉丝专页，希望这个艺文风潮会当传遍大台南的每一区。台南新闻网最后采访报道。新闻站，咱赶快来关心气象。
今仔就是乌阴有时侪云，准好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准好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